Hello，38地產 Kenneth，今日嚟到深水埗嘅 AVA 61睇個一房單位，面積係233尺。由維達創建發展嘅 AVA 61係位於大埔道61號，係2020年入伙嘅。佢全玻璃幕牆嘅設計非常之醒神。轉左手邊，經北河街去返深水埗地鐵站都係3分鐘。轉右手邊，周圍好多食肆，去返石硤尾同太子地鐵站都係8分鐘左右。樓高係10尺4寸，2尺乘2尺嘅灰色石紋磚地啊！咁啊，呢一個位置咧就客飯廳啦，有個大 L 型嘅玻璃。咁啊，由呢一個位置咧，就呢邊係向東北啦，對面嗰邊咧就石硤尾啊。咁呢度有個活動嘅窗，跟住咧呢一度咧全部都係窗啊！嗱，鍾意光猛啦、開揚嘅人客咧就最適合不過啦。咁呢個方向咧係向東南啊，咁啊望到好遠啦。嗱，左前方嗰堆樹咧，嗰度係即係主教山啊，即係發現到個地下古蹟嗰個主教山啊。咁啊，望到咧就大半個九龍啊，好多嘅地標都見到啦。咁啊，高呢一棟中間咧，朗豪坊。咁啊，即係呢個位咧，係可以睇到夜晚嘅8點鐘啊，嗰個幻彩詠香江啊。咁啊，右手邊呢邊咧都有個窗可以開嘅。咁啊，通常咧就呢邊係擺嗰個電視機啦，嗰啲插頭喺呢邊係啦，呢邊都可以擺梳化。開放式嘅廚房。咁啊，好工整啊，一字排開。咁啊，中間呢個台面咧都算係闊落嘅，兩頭嘅電磁爐。咁啊，單位咧都好乾淨企理啊。抽油煙機、微波爐、新井啊，細雪櫃、大眼仔。咁啊，洗手間咧就名廁嚟嘅，咁啊幾特別喎！呢個設計咧就一棟門咧，即係其實咧將呢個洗手間咧分為3個部分嘅嘛，就係呢邊咧就係即係刷牙洗面啦，有個洗手盤咁樣，中間呢個位置咧就係洗手間嘅。最埋邊呢個位咧就係沖涼嘅，咁啊自行咧就係呢個位咧就加翻個簾咧就做翻個乾濕分離，啊最緊要有窗啊通風啲啊。咁啊房間咧就做咗一組嘅衣櫃啦，連埋呢個啲櫃桶啊、細嘅書台位啦，同埋雙人床嘅。呢邊都有個大單邊嘅玻璃窗啊，真係成個單位都好開揚。啊，上邊都仲有儲物空間嘅。好啦，我哋睇到呢度，下條片再見啦。訂閱我哋 Facebook，隨時隨地 VR 睇樓。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， 真人解說至全神，輕鬆揾樓，38地產。